2025年4月12日，以賽亞書50章1至9節，憑信靠行事。耶和華這樣說：我離棄了你們的母親，休書在哪裏呢？或者我的債主中，哪一個是我把你們賣給了他的呢？看啊，你們被賣是因為你們的罪孽，你們的母親被離棄是因為你們的過犯。為什麼我來的時候，沒有人在呢？為什麼我呼喚的時候，沒有人答應呢？難道我的手太軟弱，不能救贖嗎？或是我沒有能力拯救嗎？看啊，我已斥責使海乾涸，我使江河變成曠野，江河的魚因無水發臭，因乾渴而死。我使諸天以黑暗為衣服，以麻布作他們的遮蓋。主耶和華賜給了我一個受教者的舌頭，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天清晨喚醒我，他每天清晨喚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樣靜聽。主耶和華開啟了我的耳朵，我並沒有違抗，也沒有後退。我把我的背給打我的人打，我把我的腮頰給拔我鬍鬚的人拔。我並沒有掩面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唾液，但主耶和華必幫助我，所以我必不羞愧。因此我板着面，好像堅硬的碎石。我也知道我必不會蒙羞。那稱我為義的與我相近，誰與我爭訟呢？讓我們一同站起來吧。誰是指控我的？讓他就近我來。看啊，主耶和華幫助我，誰能定我有罪呢？看啊，他們都要像衣服漸漸破舊，蛀蟲必把它們吃光。請用些少時間喺以上嘅經文中諗一諗以下嘅問題：上主點解要離棄以色列？1至3節。上主係點樣栽培佢嘅僕人？4至6節。僕人係會得到上主乜嘢嘅幫助？7至9節。喺呢段經文係描述以色列對上主因為犯罪而被賣，佢嘅未來要視乎佢對上主忠誠嘅回應。以色列好叛逆，
但係先知懇求佢要信靠神，而唔係用自己嘅計謀。主宣告佢暫時要同以色列分居，因為以色列無故咁樣拒絕咗佢。佢又向以色列嘅兒女去解釋，暫時要打發走佢哋嘅母親，因為佢犯咗罪。喺摩西嘅律法中，丈夫可以俾妻子一份離婚證明，詳細咁樣去說明佢嘅過錯，然後佢會被要求離開呢個家。以色列被擄就好似一個妻子，佢唔可以唔離開佢嘅丈夫，因着佢嘅罪孽同埋過犯。以賽亞又將以色列嘅被擄描述成就好似一個兒子欠咗一大筆債，而被賣為契約奴隸。然而，以色列人拒絕主係唔合理㗎。佢哋以為神冇辦法提供贖價或者拯救佢哋，主當然可以。主係能夠使海乾涸，又能使江河變成曠野嘅嗰一位大能者。喺第4至第9節中，僕人一開始就講，佢稱神為主耶和華，並且主每日都教導佢點樣去安慰疲乏嘅人。佢並冇違背主嘅指示，事實上，佢甚至將自己嘅身體都俾咗嗰啲迫害佢嘅人。耶穌喺被釘十字架之前，佢被打、被嘲笑、被吐唾沫，呢啲都係主僕人嘅寫照。喺極其困難嘅環境之中，比起以賽亞書最初嘅讀者，佢哋所要面臨嘅更困難嘅情況之下，呢位僕人仍然係順從同埋信服嘅。僕人深信耶和華會為佢洗雪前恥，即使睇起嚟佢唔一定能夠贏取戰鬥，佢亦都確信佢正係喺度履行緊上主嘅旨意。僕人知道嗰啲誣告佢嘅人，最終所要面對嘅係上主會作為審判者嘅身份而出現，佢哋嘅指控唔會有任何結果，就好似被蟲蛀嘅衣服咁樣，佢哋會滅亡。默想，我哋喺以上嘅經文見到神嘅僕人對主嘅忠誠同埋唔忠誠嘅情況，你會選擇做邊一種僕人？點解你會有呢種選擇呢？